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安平方法》。你的一生，我行过几条路，做过几多事情，但是行过的路、做过事情，在人生中如果变成一件一件过奖的艺术品，那今日有想到的，你现最欣赏，你最擅长的，如帮人日常看到的几多的灵感，雕出一件一件过奖的艺术品。你睇讲吼？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喊做李贤水大约呢喺屏東縣聯絡鄉出世，也可以講純粹客家人。我哋今日有看到嘅幾多幾種嘅東西，睇講喺以前有學藝術的咪？其實講來一種嘅東西有一種嘅機緣啦，一種嘅機緣啦，一種嘅機緣咧，唔係講以前都有嘅，就係嗰種嘅點碰到嘅時間咧，可以發揮出來本身嘅一種嘅對藝術嘅一種嘅興趣。咁你出嚟從做藝術嘅工作下？唔係，我以前喺公家機關上班。喺公家機關？錯。做乜嘢咯？喺司法機關做書記官。做書記官，咁嚴肅嘅工作咧？錯㗎，所以講係做一個作品出來呢啲嘢，有啲人問講，你嘅工作同自家做出來一個藝術品完全都冇一啲關係，嗰種嘅關聯性啦。書記官啊，你工作他間有談過，但是他間都唔理下嘅工作嘅內容係乜嘅？唔可以同我哋睇我講下書記官做乜嘅相事情？可以，因為書記官對講都法院嘅一啲配置嘅呢種嘅人員一般都配合法官比較講開庭嘅時間，書記官都可以順下嚟嘅記錄，記錄主講當事人所講嘅一啲內容，我哋記錄好啦。嗰時候開庭嘅時間，唔把兩週或者講兩週的嗰種講法嘅內容去記錄下來。咁你後面我看到嗰種幾多草詩啦，是來講有嘅啦，因為更加人生活中可能太煩躁嘅嗰種一條太太嘅事情咧，講過幾下咧，同唔同都會想過，相對嘅唔過嘅時間咧，一方面增加咧法院咧，案件也多。按我哋處理方嚟咧，未必處理咁多咁複雜嘅事情咧，心理難免幾多嘅壓力，幾多嘅壓力。我是想講，我做一個作品咧，最主要原因都做講，透過一個作品咧，創作出來咧，可以疏解心度嘅幾多嘅壓力啦。咁唔看到按度，譬如講唔聽過按度嘅庭我們都跟了那麼多庭，咁唔聽過按度嘅庭，我感覺到對人心感覺到佢啱冇得講佢灰心啦，冇得講。有樣討論都講，見緊人嘅生活都講比較佢狹窄啦，第二講要轉落神咧都係創造人啦，嗰種十分難嘅冇辦法嘅時間咧，遇到一啲事情都幾想過難咧，係就是明明講應該人生咩都講遇到你些事情嘅計較，可以把自己心上不用太些。一方面呢，安尼話唔可能人生中呢會過得快樂，冇得講自己有乜興趣，唔可以對一條興趣方面嚟有發展。嗰時書記官都講把兩邊嘅話講出來，寫好來記錄好來，俾他個人看。錯。咁你平常我講無限？平常是只是講無限，因為當事人你看我哋可以按看有時冇一樣。不太一樣嘛有啲嘅咩為咗唔好講佢重要嘅事情啦都過到咱嘅面紅耳赤啦，長嚟長去。佢說害怕我哋要處理安尼事情咧，有時真是唔對樣嚟提來判案嘅。所以我哋一啲庭開下來，有時就2-3點鐘，我講嘅方法幾多？但能用嚟記錄係你嘅方法。以前像我呢擺嘅時間我用筆來記錄嘅方式。但是筆記錄嘅方式呢，有時呢，你啲書記官寫詩冇一樣，有啲會寫佢潦草佢粗有時寫出來咧，俾當事人看，當事人也本身也看冇，嗰種差不多安尼，會影響當事人的一種嘅權利啦，所以司法慢慢呢都可以改革，而家都用電腦來打，電腦來打是比較好處是了，打出來是呢。
荧幕方会走出来，走出来的时间呢，当时你看到荧幕同时讲的意思，无同样的话可以当场唱出一个来改歌，安尼。安尼人强的部分如果忠实，都可以忠实，都可以维持下来。最起码伊讲的话呢，可以明白的显现出来。咱提讲伊讲的话，讲的头讲个内容用咧。一般人睇法也你咪讲的话，这个逻辑唔对。无你讲的话可能唔掂那一件事情会影响到自家，然后我能讲，结果我能看。我哋讲，佢算笔录哈，笔录嘅时间。我哋有时候嘛看唔清楚讲，当初讲出讲嘅话有那一件事情，其实后来对你后我哋系唔利嘅。可是呢种东西书记官真的是鬼重要，可是也做多年啦。前后差不多20年。哦，20年。可是睇阿无限嘅下班嘅时间，你开始嚟做嘅20嘅创作系咪？咁咪都因为讲。工作方面本自家压力已经过大嘅，想讲喺度前面啲可以疏解压力嘅出口，我想讲反正对艺术呢方面呢，佢有兴趣，嗰時候都講對藝術呢方面嚟做一啲發展，做一啲創作。一般人都講暑假壓力會運動啊，咁總話我想到講嚟做你創作。因為我講因為基本上係唔啲係講詩裡邊咧有木同金嘅成分出來。佢講對一個書頭嘅啦，特別金屬嘅東西呢，有特別的那種的喜好，同嗰種嘅貼嘅感覺到。嗰時候係講不如對一方面嚟做一啲創作。從一開始很容易接觸下啲東西，應該講。大部分你對畫開始，唔係對畫開始嘛？係對畫開始。以前大部分畫是一般的平面的，平面的啦，譬如講素描啦，水彩啦，甚至油畫，平面的。其實講起來，接觸一個立體的一種嘅創作嘅方式，應該我搬來高雄之後，那有一種嘅接觸。我20年前呢，我搬來高雄嘅梓官鄉，因為梓官呢靠近海邊，所以話是禮拜六、禮拜日閒嘅時間，去海邊一撮嘅撮，撮嘅時間呢，個海員結放來，下邊落去倒一條樹頭嘅漂流木。漂流木，你都講嘅漂流木撮啦，都從陽光來看，感覺到個樹頭嘅刺眼嘅一種嘅紋理啊，感覺到佢講唔係差。我都拿過去呢，洗筆掃，整理下嚟，挪下嚟。有時挪時又有一種嘅香味。我講雖然看起來樹頭已經變成一種漂流木但是呢，還有隱藏着也底部的一種嘅生命存在。我都想講把它創造成一個真正的漂流木，它這個一個自然的一個藝術品段。嗰種唔看到嘅係講，唔知係咪看到嘅早嘅漂流木嚇？唔發現到講，而家漂流木底部伊本身可能係ヒノキ啦、檜木啦、杉木，伊本身嘅香氣。你如果發現到講，也其實看上嚟早嘅一塊樹頭嘅，但是伊本身可能話有配啲靈魂、配啲精神，係咁嘅意思。係錯，尤其係喺攞嘅時都同講，因為這個香味散發出來，因為講一樹頭嘅都唔係講枯燥乏味嘅嗰種嘅東西嘅，然後底部呢還有蘊藏着另一種嘅生命的存在，我都是咁嚟想。嗰種啲農話，我都之前都先將樹頭擺下去嘅，冇做其他揀一批其他嗰種嘅結合嘅一種嘅作品，都係擺下去看了。咁你有冇嗰度嘅漂流木幾啊？講到一點真係好不容易啦。以前開始到也可以講冇經驗啦。不過太細啦，也講好嘅唔好嘅啦，總係都驗過嘢咩？驗過嘢之後呢，因為我都係要冇個太其實天下事咪都多那太多嘅，1年2年還可以9月時間呢，我太太都看唔過嘢，趁我去上班嘅時間攞驗球咧，就有個摩天一出去，但係有一來過來也看到，你看到邊個發的呀？但是事實上，
你迄个某个东西，俺们唔对，俺们唔对，你以为讲，反正俺上多的好的东西，还留我给愈好诶。如果你讲个去无存菁啦，如安尼。系啊，对太太来讲啊嘛，呢个东西根本对伊来讲都伊的废材，伊都看唔出来伊的东西。但对伊来讲，可能每一间书体的本身也要流想到伊的故事体也是咯，但是唔前轮到伊去创造出来安尼里面呢，我哋想讲书体我摆起个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喷料的东西啦，最先呢，就有一摆还是对一个金属的东西呢，也个喜好啦，佢有一种嘅感觉咯，佢有兴趣。有一摆我哋去10千路嘅高雄市10千路一个跳蚤市场，佢有一谈呢，都好天下摆一太多嘅什么用过嘅首饰品，链的也好啦，手环也好啦，耳环也好啦。但是虽然讲已经过时的，也冇去用的，但是我发现到一条金属的东西呢，闪亮着它有特有的一个特质。我就想讲，将一条金属的东西呢带过去，同一条树头结合，多带会产生某个不同的一种的艺术的创作模案。从此以后呢，我都一条呢。都进入去同金与木的结合一方面的创造，也quite神奇，因为一般的人感觉到金属如金属，金属如金属，硬的东西，水的如水的，人讲滚软的一种材质。这里讲两个东西唔多会调上来，因为讲金属都感觉到比较坚硬，比较刚强，也要嗰种革新安尼。咁当初我想讲把两种安尼，一点硬的，一点软的，东西伫调上啊，像安尼想法。侬会想到用安尼的组合咯？因为可能拍革新的事虽然讲做属于一个比较会枯燥、会单调的工作，但是我对于其他事物，尤其对艺术方面呢，我有一种上的创新的一种大嘅给啦，我想讲，做嘛是按硬的东西，同一条树头的按软的东西，它后来尤其呢有不同属性。多带会变成某个几种的变化，反正切可以搞嘛，搞到好也好，搞到唔好也好，都不妨把它结合看看。但是呢，真是都创作出一种不同的一种艺术创作啦，还是在想。各位观众朋友，头到泰国有讲到把两个无共用的东西调控下，变成一个规整的艺术品。休息一下，我等下马上过来看很用的规整的艺术品。嗰就从来台湾的东西。里面呢，我带下都提到个谈法，所以讲一同我同打招呼的时，我同的时，那种来对东西，对东西，对的亲的东西，变成你会同的东西。操。翻向过来，暗向方法。头先我哋讲到讲，李太哥把软软的树头的，从硬硬的金属雕枪啊，雕出一个规整的艺术品，其他表现甲别个如何？呀，迄个树头的，但是上面有几道头到太哥讲的，伊迄个牙齿的地方看到讲几道细模的嗰种首饰啊，迄个东西雕出来的。太哥，迄个东西当初喺哪买啊？头我都所讲的，我去个高雄市的跳蚤市场，最终我都看到一条金属的东西啦。好嘿，一条金属的东西呢，等于讲什么用的一条首饰品，可能也冇用的呀，一方面也过时的嘛，冇流行的，反正一拉起个，嗰时候我是讲一条金属的东西呢，看起来呢有一种的特性，有它的特质啦，还是闪闪发亮，嗰时候就讲，将一条树头的呢，因为顺漂流木染过来一条挪一个形的，挪上来之后呢，当时我们冇想到讲一条做墨的东西，想一看呢，一个像猫头鹰的嗰种形态，
嗰種係你講用嘅技術都是挺陽光的，多大會產生乜個變化冇？結果陽光嚟出嚟變成一種也可以講金銀幕的結合的一個創作嘅作品嚟。提供觀眾朋友看到樣嚟，但是還是因為還不錯嚟一種方式。也係唔睇嘅作品。最早以前的一啲作品。嗰種也係講也係泰國第一件作品啊，真係冇感覺到個驚訝，因為吼，一作品嘅完成度可以高，嚇，因為我講咯，因為唔同都講也係一啲漂流木，嚇漂流木，然後你即係喺條內喺度發現講嗰種咩頭條，係咩頭條？嗰個貓頭鷹，嚇，然後你把你去買到嗰度戒指啦，嚇鏈嘅啦，嚇耳環啊，啲綁上去，可是唔會想到講。我會有假按到個色喺上面咯，哦，因為係香港色彩比較豐富啊咧。那一般也使用你講嘅油漆也好啦，吼水彩也好，去加上去。啊，你講用不同嘅方式，還係屬於金屬嘅東西。嗰陣係你面到當金屬嘅東西有色彩，你只有金粉，吼金粉去加上。有一種光澤，係有光澤去顯現出來，吼面到講安尼做落來咧。可以顯現伊個特性安尼。啊，最主要用咧，我後尾也冇去控制，哦，我後尾都用簡單的線條咧去勾落上去，哦，線嘛個線來，如你平常用咧雕欄法嗰種鋁線，因為嗰種嘅伸縮性可以強，哦，啊填入上去咧，有一種嘅感覺冇樣嘅作品咧，嗰種嘅形態出來啦，安尼。一種嘅線條啊，吼，泰國人來看一下，你講一般的人講，雖然講係鋁線嘅，你講好拗，但是泰國佢精心的把一個鋁線拗成翅膀，好幫我哋用我哋羽毛用嘅，因為我哋嘅貓頭條後邊一定有也羽毛嘛，吼，就是依類嘅部分，嗰時然後又有個無窮樣嘅色繩，嚟做出一種沉潛嘅嗰種感覺，吼。佢有種我感覺到幾神奇嘅地方，你講，聽見你講，其實我哋我看到其實有條地方有鏈嘅。好，上面一條竹嘅，但是唔好把一條鏈嘅條竹嘅條雕空下，變成一啲嗰種雕空本身都意味上岸嘅東西一樣嘅。我感覺講其實一種東西一樣講啦，其實我哋有到嘢我念嗰度東西去雕，但是對我講唔講，亦都真是有嘅天賦呢。好，譬如講，我感覺到講，譬如亞體房其實係一啲陰影的部分，可是。離泰國以最特別的線的一塊規模強樣的金屬嘅部分，係去做也嘅陽嘅部分。你可同人哋介紹一下也係乜嘅，也塊係乜嘅東西？嚇，也認真看的話，嗬，也一般最簽名的牛字符嘅一種嘅標誌。係應該是安尼，我哋實際講以當時的用途點係咩啲，但是呢，我哋到一小塊嘅。哦，養翻來呢，等於講，土著是講嘅，嗰種嘅羽毛嘅線咧，哎呀，拗入去呢，如果呢貓頭鷹有頭啦，有身體嘛，哦，要玩入去地方咧，等於講身體嘅部分。啊，再唔話是也如等於講腳騎馬嘅嘅書記當方，哦，啊，但是呢，實也如係細妹瓜也種嘅練咧，哦，本來幾條我都去拆下嚟去，把它。分解，再把它當成做一腳嘅鋪。嗰屬於本身係一砍一砍的鏈，嗱一條一條嘅鏈咧，還有個耳環，哦，哎呀，特別麻嘅人，你面到講一平平嘅地方咧，解得人咧一啲東西入去咧，有一種嘅突出畫龍點睛嘅嗰種嘅感覺咯，所以講整個作品做嚟咧，我哋面到好使做到唔會違和啦。即係身體會全部都歸。個協調個一致哈，嗰種也作品係咪你本泰國感覺嚟講，把個樹條同金屬安尼東西雕空下，係咪會雕出無窮樣嘅東西出來？係，你對啊，其實也沒講鐵嘅作品啊，因為鐵嘅作品真話是唔好講做過好啦，但是也咧對講同一時期嘅作品，你面到個對我也部分嚟講嘅話，顯得還蠻柔和的啦。我嗰時候都將一作品拿出來，同觀眾朋友來分享，係咪？
俺们其他蛮看得到吼，两个状况伊嘛有一看鬼神奇的东西，一看东西看出来其实系伊个做嘅足头的件吼，但是俺哋离太过摆单位的东西以后，伊看好了，鬼像伊哋俺哋澳洲一种调的，好，他看人可以团呀呀，系蛮个调的，kiwi，你讲的奇异鸟，奇异鸟，哦，其实当时俺养都要足头的时间了啊，俺们唔要有做，但是俺感觉到要足头哈，有一种诶天然的纹理去给，尤其哈一层一层的层次个显明，很个显明，嗰种一层一层的衣的哈，错，个显明系羽毛型的，啊也尤其啊就做个件吼生出来一点一点，佢像羽毛样的，好，我哋想讲，拿过来嘢咩东变西变啊，上反下反啊，你看看啊咧，里面啊都表起看，嗰产一种调的型的，但是係講唔出乜個調，哦，啊，佢再呢都寫乜嘢啊種嘅夾嘅髮夾，尤其啊夾嘅嗬，又有它的特性，同普通的髮夾冇一樣，我都試着剃刀上去看啦，一刀位，嗰產有啲型嘅都出來嘅，有錯嘅，啊，裡面啊，裡面都頭拿幾講咪亂嚟平平啊，哦，我都將佢一條玉石啦、石頭啦剃刀上去。感覺到爽，因為全部嘅石頭啦、金屬嘅東西啦，特別也就樹頭嘅東西，組合起來，講起來又蠻協調啦，還是因為按天那期間呢，冇感覺到有會痛嘅嗰種感覺啦。裡面呢，我帶下都剃掉嘅頭髮，所以講呢，一痛喺呢，好，我同人打招呼嘅時呢，會痛嘅時。嗰種係對東西，對東西，感覺有些生命活起來呀！對你親的東西變成你會痛的東西。錯。我發現講，你睇講對嗰種把金屬同木頭變成一個新的生物，嚇，能夠唔係無生物的東西。像我哋有看到一啲作品，亦係一啲海馬，佢本身係幾塊樹頭係乜個東西？其實係咩唔係乜個樹嘅嗬，應該算樹嘅細樹瘤嘅啦，一啲樹枝嘅樹瘤啦，嗬。陽光嚟看嚟係咩樣？左邊、右邊，上反下反嚟看看啦，裡面一啲氣嚟看，嗰上面一啲動物的形態，但是我還沒有給它具象的給它呈現出來。想講也倒不如講讓一些金屬嘅東西上一看來，等到呢可以展現它的一個活力出來。所以說你一般人講叫做河馬，海馬。啲海馬點樣嗬？睇得最常來看到嘅人嗬，如果你用嗰種算是眼線還是鋁線嗬，佢哋凹出牙嘅嗰種背鰭嘅一個部分，而且凹嘅個唔係講真係個眼哦，因為你啲塊塊樣嘅，然後天意嗱感覺到最神奇嘅地方，你講你用幾多幾硬嘅金屬一啲排成一啲眼線。變成嗰種以去攀附的嗰種能講珊瑚礁，佢當初上岸的東西嘅時間，如果用安尼呈現方法，即係你講我哋用金屬嘅話，如果人人部門嗰種把伊擋喺一啲金屬塊上嘅，你總係會想用安尼東西嚟排出來嘅圖形，我哋總安尼故意總安尼啲塊塊安尼咯。因為我收集嘅就金屬東西，產量嘅也幾多啦。當時驗過來嘢，我也唔係講會做嘛嘅。也部分呢，我都想講，因為人嘛，總歸你要講嘅圓圓滿滿嘛，我都想講，用啲就做帶，做帶，加一啲也得，佢個有樹皮嘅也得，可能係樹皮嘅。我都講做啲帶，因為你既然要做一啲藝術嘅東西，我們也不要做得太具象化，還有比如啲攀附嘅東西嘅地方，就是講可以。固定嘅圓滿嘅地方咧，做嘅作品比較快一種圓滿完成嘅嗰種感覺啦。各位觀眾朋友，你睇過唔單止各位處理樹頭嘅事情，嘛各位處理金屬嘅事情。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再嚟過來看嗰度嗰精彩嘅作品。嗰種一套東西喺岩上也還是每種嘅藝術咧，可以呈現藝術家佢本身嘅嗰種嘅個性。本來都更啱嘅東西，但是呢，最主要要有一啲人嘅感情嘅地位，感情嘅地位，你做出來作品呢，都唔會顯得那麼堅硬。
过来暗用方法。你睇讲啊，看到你的作品底部哦，吼，有一啲东西，嗰种人的神话底部的通物，几嘛个东西啊？基本上吼，伊嗰种嘅身体，人的按摩器。嘿吼，我们嗰种人家讲按摩嗰种梳头的吼。错，按摩器的梳头。啊，你面头讲有40脚，还是讲可以变做一个动物，多大时候用某个动物来表现，吼。啊，里面咧，我都想讲吼，用迄个金属的东西咧去雕来。最主要还是利用一条自然艺术的一种的方式，比较讲东方的一条，也可以算一个东方算嘛个呀，角，也可以讲角啦，其实东方有嗰种的后背嘅背鳍嘅，特别係啲後背嘅面，係用嘅原子筆嘅頭，係。無去利用去種去地方來，啊，兩期改創嘅嘅咧，攏人哋識咧，嗰種調工嘅嗰種柄，無去用咧，啊，都去地方來。啊，最主要嘅身體嘅彎腰部分咧，啊，利用表帶把它呈現出來。等於講一麒麟咧，雖然有個棍頭嘅麒麟，啊，加上一條鋁線，一條綠色嘅一條鋁線咧。把它当作是它的一个会飞的那种感觉咯。中国整体做来呢，在主持人讲，这是有一个麒麟的样的。讲到麒麟呢，就讲到人的故乡麟落，其实咱的汤头摆落皮的，乡民来讲，咱的麟落，你揾到麟落啊，你头摆都一堆太麟落咧，落啊起嘅。有啲麒麟落啊起。嘿，跌啦起嘅，所以讲呢。cái頭呢，跌落去地方很多林當村，一隻麒麟真是可以太雜，啊，伊個腳趾呢，跌落去嘅攞到林子村，啊，到林台村呢，都等於講伊個貴基嘅腳嘅個地位，都跌落去嘅，攞到林台村。所以上嚟講，對啊，個麒麟係有特別的一種嘅感情嘅，我哋都做得顯得出來。個麒麟嘅作品哦，感覺到你講，啊，反正睇的。咁我哋佢神奇，你講，唔同要講到講嘅表帶，好，其實個表帶唔單止做出也係個帶氣嘅嗰種樣嘅，其實一般把嗰種麒麟，人哋畫麒麟嘅時候，一定會把也係鱗片，你等於你佢自然嘅把也係嗰種鱗片嚟做出來，像咁嘅風格嗬，輕樣學有學過拼音嘅東西，冇人看到拼音嘅東西。講好有魔力，但是唔啲咧，我講大約之間。做時間都有一種靈感出來，次次樣樣都表現出來咯，你一出去一點樣出來一種嘅，比較創作一個真實的一個具象化東西出來。因為我哋看到另外嘅作品，都嗰種一點面紙盒嘅，個面紙盒嘅一本帶可能也有一啲書嘅面紙盒嘅，但是人哋本樣風落去我都發現到，呢種東西都嗰種有種原住民嘅嗰種。係感覺，好色神啊，好一個圖騰嘛，係。你當初我會想到要用安尼方法去，可能講去裝飾也會面紙盒。好，因為這我是面紙盒梳頭嘅是比較多，係你講平凡嘅叫做面紙盒，係想講加一個金屬嘅東西上去呢，可能有乜個變化冇？因為一種靈感，我以前也乜可以多啦，比較底部呢有嗰種嘅牛仔褲嘅扣子，甚至有鑰匙環嘅嗰種嘅鏈咧，啊個有天子零件，甚至錶帶，乜個東西有啦。還是講用不規則的方式，連而不亂，挺陽光來，但是我唔會陽光去出，有細把變化出來，不管伊嘅一種嘅形態啦，伊嘅色彩啦、圖騰啦。你面到講，陽光嚟看起來也唔好改違和啦，嗰種做起來嘅話，變成一個改活潑嘅一種嘅面子。你提供算原住民嘅圖騰也好啦，你講幾何圖形嘅組合也好啦，你面做嚟做起來呢，佢有一種嘅同一般嘅面子不同嘅這一種嘅風格出來。其實也係最不容易的地方啦，最冇簡單的地方。你講，其實金屬嘅東西唔像個梳頭一樣嘅，金屬嘅東西本身都生安尼樣嘅，嗰時唔可以用法，你即個心思去調放來，
好，可能也要演的雕也床的，吼，无路也床的，雕另外一个床的，去创造出无同的东西出来。你迄个对金属的东西，嗰种也有兴趣。有样也有兴趣。俺拢讲过，俺唔是讲俺尸体本呢有啲金属的嗰种的属性。命方有带金，有带金，但是佢唔係金完全部會金啊！我個都發的呀。我裡面我哋看到伊個作品，裡邊係一條船的，但是嗰條船的嗰清楚你可以看得到，伊係嗰度無同樣的欄杆一直雕出來的。係，嗰當初係用嚟做嘅船的咯。嗰種船呢，吼講起來有一種嘅感情去嘅啦，因為也係對我哋40年代嘅人吼，以前的物質冇咁好，吼，等於講一般嘅日常生活用品呢，唔好講按現金吼。也總係我嘅資源回收佔良多嘅，拿多時間呢，其實我一看，我都提講，伊就頭擺嘅運動。有本地係運動啊！即我本來想問講，伊都係人來起碼嘅東西。有本地類嘅運動，喺個運動嚟嘅底下呢，我睇下呢邊方嚟看呢，伊隻船呢粗現出來，但是運動呢，而家有啲愛運上湖嘅平面嘅部分呢，我再提變過來做船嘅嗰種嘅甲板。地方嚟之後呢，我哋面對一運動，伊個神伊個現有嘅嗰種嘅形態呢脫斷，嗰時我想講我條假床，假床呢，我用乜個辦法條假床，可以嚟可以將依種嘅船嘅流線性，要利用一條扣環啦、皮帶頭啦，個其他鏈嘅啦，總個條組合方來，安尼，嗰種做出一啲安尼，嗰種更硬嘅東西。更硬嘅東西，但是呢，是也線條更硬。不如可以來，哎呀，地講也雜船呢，但當初雕安尼船呢，吼，你係拿幾多東西，一啲先試看看啊，還是講一看你感覺到講，也係某個東西，也係少某個東西去潛。冇，我都講一堆東西，一堆零件去嘅，人看去嘅，可是我雕嘅時間呢，第一個我唔會用鹽嘅，因為用焊接時間可能時間會拖下嚟。某天也拖嘅時間呢，我嗰種靈感呢，又沒有辦法像湧泉咁樣出來，直接錯下去，可能會中斷。嗰時係太不用鹽嘅，相當嘛靈，這樣話是先空起來，空嘅話，因為可以嘅話，都係鹽上去，用嘅雙面膠，不是雙面快乾嗰種嘅，係鹽上去。一方面呢，因為很違和嘅話，我都再去拿風來。嗰種一時層那裡，做起來伊個感覺到講，這是你個參與者船嘅。嗰種用快乾嘅話，雕上去感覺唔錯嘅還可以綁下來。錯。用焊嘅話，撞上一路撞唔下來。撞唔下來嘅。咁創下你一條船呢，幾時差唔多花幾多時間可以做出來？這話是靈感來嘅時間咯，也差唔多2點鐘都可以完成。2點鐘咯。可是你前一道東西，你先前後呢，還是講？先前後。還是講你即個在做時，你講一般係攞少啲東西，然後你夾個然後一波物對地尾，迄個拿一堆皮帶頭出來，還是拿一堆東西出來？種類我都講一太多嘅題啊，係講做到幾個時間，譬如有船廠做到幾個時間，我都想講乜個地方來有槍，我都提到上去，比較多安尼。像金屬安尼嘅東西這個對你來講，其實我發現那種處理金屬安尼東西嘅時間。如果用一種歸挖的方法，可能講比較柔順的方法去處理這種歸硬的一種個性，把伊下尾線條處理的歸講。像我哋有一種門派很多蒸汽朋克 steampunk，伊都專門都把我哋呢一種機械的東西同硬的東西去雕強下。從本身因為講人家作品裡邊有帶來安尼一種想法喺裡邊。也有啦，因為。講嘅啊嚟做金屬嘅作品咧，藝術家也幾多啦，每個作品嘅風格也唔一樣，每種嘅藝術咧可以呈現藝術家佢本身嘅嗰種嘅個性。我認為講一條金屬嘅東西咧，本來都幾硬嘅東西，但是咧最主要有一啲人嘅感情嘅地位，感情嘅地位，你做出來作品咧，都唔會顯得那麼堅毅。可以把自家個性呢表現出來，係是做個作品呢啲呢最主要種子亂呢。剛剛你咪看到伊個作品，伊嗰種伊個天花板，
用的东西，佮迄年用的作品哦。个天路板我要去资源回收站拿到的，因为伊看来伊呢，个天路板底部有中空，中空的纹理呢，看起来也唔会差。像讲东方田岩一个不同的各种的金属的东西吼，去雕上去。你想讲，伊也没有乜个主体，吼，只不过如讲雕上去之后呢，底部呢看起来个复杂样的。但是呢，我是抱着零而不乱，有的东西呢有一啲对比的嗰种嘅方式，好，嗰種提雕嚟講喺度呢，你問我唔到底係是主題嘛？我講要你去想象，要你想象嘅空間去睇，一方面你想象中間，係咪可以加入喺印象中，到底是乜嘅作品嘅一啲主旨所在？这里講嗰種滾硬嘅電路板，天路板。同埋能滾硬嘅嗰種金屬，雕腔下，伊更是也線條可能滾軟。啊，發現到上面有畫圖吼，有畫圖。做乜我想我畫圖？因為嗰個東西哦，唔係人喺度視覺嘅，冇攞有條長嘅東西，固體嘅一種形態啦。但是唔係就比較可以視譜嘅一條地方，冇法度填入。一細講入啊，中國金屬嘅東西嚟講吼，感覺會太複雜。某個線條嘅流暢性，嗰時候都是講有空隙嘅地方呢，你聽用畫嘅，係加強伊一種一個整體面呢一種嘅呈現出來。因為講乜個東西可以睇收尾，一種嘅收尾話，可能樣呢比做到個圓滿，好，係像人生嘅配啊，差唔多按個方式嚟處理。圓滿吼，係圓滿，唔係講硬硬嘅神樣，一天都硬硬嘅帶。錯。各位觀眾朋友，其實李太哥頭都講嘅，佢從嘢我都講，用個把一啲硬嘅東西變成一啲軟嘅東西，變成一啲圓滿。休息一下，你睇下能看到另外一啲個圓滿嘅東西。可是也做過久嘛？也做好久哦，就是為了萬物萬種哦的和平相處。好，嗰種還是講借着一種嘅作品咧，嚟。同大家提倡一下，講啊咧，應該同大家咧和平相處，讓我們的地球永續的生存下去。過來啱用方法，你睇過，我哋發現你的作品裏邊吼，後來有一部分的作品，喺嗰度排出一種圓形的圖形，佢可能說明下呢啲圖形。最主要以嗰種嚟講嘅主結構，也大型係嗰一用人咧作為嘅基礎，因為講，我哋中國人講嘅，人都圓圓滿滿嘛，十全十美，好。但是我嘅人呢做袋子，還有呢，當中還會擺幾多不同，有時講起來不同屬性的一種嘅金屬，因為一種嘅金屬做起來呢，可以無限的擴展，好，也可以無限的給它縮減，好，等於你的角色一樣，好，某個東西呢，某一天把它放大，有時可以受牛奶的給它縮減自己，好，縮小自己，最主要。一啲東西呢，擺放嘅字，太不用一種嘅比例原則啦，有啲對等嘅關係，但是可以嚟人講嘅零而不亂，係用一種嘅方式嚟做。所以你作品頭都同講嘅嗬，而可以表現到一種彈性啦，嗬，可以外放出去嘛，可以縮過來。但是我想要用金屬嘅東西，因為嗬，感覺到金屬嘅東西係更硬。可是擺出來以後，你看唔出伊嗰種滾硬嘅嗰種樣嘅出來，你會發現到，伊被嗰種樣，限制住變成伊也個性可能佢變成一啲滾軟嘅東西。滾軟嘅東西有樣係，嗰陣嚟講，可能對我個性也有差啦。因為我以前做書記官嘛，因為我啲工作咧，佢枯燥，也佢呆板，也佢嚴肅，進而呢會養成我嗰種嘅個性，裏面係都趁着做作品的一種嘅方式呢，慢慢的呢，一種個尖銳一種嘅角色呢，慢慢的變攞人一些的，也比較佢溫潤，對作品呢
慢慢的做起来之后呢，个性也可以。因为在心理学有一种讲法，叫曼达拉啦，哈，曼达拉，伊个意思就讲，其实人生的圆满啦，哈，人生是靠自己去慢慢的去完成。从咱的一种创作的过程里边，你有去教人无？本身有教人，有去教人，有本身有教人，但是最主要还是要推广嘛个呀。一个东西虽然讲多罪名无利用的价值嘞，但是呢，你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哈，重新给它组合起来，某天呢，又是一种不同的这种生命的再现。最主要还是咧强调讲吼，东西没来的，好，虽然讲无用的，但是我哋爱要使用，哈，也冇讲浪费所有的资源。所以讲我做到最尾呢，我都变成讲有咧环保再创作的这种方式呢。来推广出去啊，并将我一种一种的知识咧，同他嘅朋友来分享安尼。可是唔即个在教嘅时阵，唔係在教讲用嘅去種嘅鬼講。吼，我頭冇談到講，你教用嘅去構圖啦，哈，用嘅去種嘅鬼講啦，看好了鬼順啦。但是你原則係同一般人教嘅意思冇同樣嘅呢，吼。我大部分都用太自然的東西。我都講過你嘅生活中隨手可得的東西，但是你平常是冇可以注意到，正是在從事一個人來嘅種用嘅，安尼時間呢，你都感覺到哦，人喺我哋身邊呢，隨時有嗰度好用嘅東西，但是呢，我哋忽略了，將一些我都變係冇用。咁每年對於學生來講啊嘛，咱哋講嘅東西佢抽象啊，有乜嘅，比如講原則啦，無論乜嘅條規可以伴學生去想嘅冇。譬如講，也差咩，我要教美容嘅啲家政班咧，婆婆媽媽，嚇，因為以前所學嘅咧，大部分都比較個知識嘅嗰種嘅方式嘅嚇，一般如果講，你平常時所接觸嘅東西咧。也作品嚟都可以多，嗰時我哋講有乜東西做嘅時間，你講嚇，也可以做到係你哦。尤其你嘅做嘅過程中嚟講，人類一種東西可以做到係你，比你有一種嘅發揮嘅嗰種嘅潛能，做好嚟呢，比你有感覺你嘅成就感。嗰時你感覺到，哦，人類東西真是隨時來好好嚟保護咗，好好利用，好唔好隨便咧亂變係啦。記得學生咧，係咪有講有乜嘅四大原則，係咪四大原則？咁咪講最尾嘅時間吼，我作品咧，比較講你啲環保嘅觀念為主吼。我四大原則都講，第一都以環保觀念為主軸。環保嘅吼。第二呢，用資源回收當素材。全部數過來的。數過嘅東西咧，做下的素材用吼。第三個都講以人文藝術為展現。人文，因為你做的作品哦，你必須講將你的人文可以加入去，你嘅作品咧，看落看有啲感情嘅存在。最第四呢，我都講以關懷大地為訴求，因為目前來講吼，人講我起得個好，我厝個好，個設得個好，但是呢，我哋對講濫用我哋目前的資源，我哋無法度同樣的。我哋地球的萬物萬種吼，來和平相處，嗰種還是講借着一種嘅作品咧，我哋同大家提倡也講吼，我哋應該同大家咧和平相處，讓我們的地球永續的生存下去。四大原則吼，啲環保、資源回收、人文、滋養，對，而且最重要，而且從一般嘅人欣賞搞嘅目標，我哋欣賞講。你睇線條，我把它整哦，我把它搶哦，我把它講哦，佢色彩要用爽哦，但是唔會，唔知佢搞嘅東西，佢唔係講嗰種貴知識嘅東西。我同人家學生嚟講，其實人家東西來自太自然，人朋友唔會用嘅東西，重新再利用，俾啲新嘅生命。像我哋今日看到也看東西，我都感覺到講，哦，亦這樣如何偷偷欣賞你太過講嘅，亦都。完全符合人家嘅想法嘅一啲東西吼，伊啲調嘅企喺一啲書條上面，也係調嘅係哪樣過來啊？調嘅其實伊本來一種嘅漂流木，落到最尾嘅，我都講存在一些嘅東西，
我都表现个，我也冇想到讲我提所买嘅东西啦。啊，里面有看到嘅渐渐嘅在，佢可能怕一种嘅仪器地步嘅东西，因为本资源回收入落嚟啦，我提钓上一看呢，看到有只小雕样嘅，个羽毛啦，眼珠啦，我冇讲特别的体显现出来，我利用一种嘅色彩嘅比例，去发出来个生动。最主要嘛个地方，各位有看到一个啪啪的东西吗？屌丝，屌丝，都表现的屌丝嘅，可以显得它活泼的那种感觉到安尼。可是一件作品其实最常来看都叫屌丝，因为冇屌丝，你感觉到个屌唔会上诶，有屌丝你讲个屌嘅系上诶。听见你讲，而家上面吼，个眼珠嘅地方，路上他个讲诶。你这个模真是把一点样做出来，模样做出来，系变成你把一啲也个色彩，嗰种也个嘅伊嘅也个羽毛色样嘅色，系从安尼作品，当初想要表达的系乜嘅想法？最主要我头讲过嘅，乜嘅东西哈，以自然自在来发挥哈，比较会符合我哋平常嘅一种嘅一个太大地的一个性质啊，因为。除了在钓的以外，吼，买一啲印象几层面的话，我奇怪，也要用也要是那帮个梳头的种咯。其实人哋讲嘅用鸭嘅哦，倒不如讲比较去唱鹅啊。系嗰種鵝，而已經有嗰種嘅毛嘅東西。係。其實佢冇講出嚟，有啲人一開唔地講，基本上嘅嗰種嘅物嘅東西，佢用人講嘅反酸粉、反酸鹽。你是存在早的时间呢，去泡成两片，太片的呢，应该人讲都讲嘅警方嘅反酸，对，细片的呢，可能都怕人讲嘅嗰種嘅艾文啦，艾文嘅，冇嗰種土反酸。拿好嚟之後呢，我都先擺一做個方，去雕嚟看下線呢有時把會比嘅嗰種鵝嘅線呢，嗰陣我都提講把它具象化去雕好來。最主要係鉗一田啊，都鉗一個酥皮嗬，個酥皮都長烏，比較講伊個背景一種嘅色彩嗬，安尼都顯得嘅一種嘅容易嘅鵝啦，會活潑嘅種感覺。而且最重要咯，嘅我哋講嘅反酸嘅鹽上面嘅膜啊，都鬼像嘅鵝上面嘅嗰種鱗片嘅嗰種鵝嘅嗰種模樣啊，可能剛剛嗰個嗰種會入到有。一種嘅戲呢，係啊。二零以前我飲到嗰度東西，你從二零以前我行過嗰度路窮樣，見咩你睇過同人講，其實飲到嘅東西，看起來嗰種冇窮樣嘅東西，但是掉放來會變成一啲具有意思嘅東西。見咩人哋佢反應，你睇過嚟講我哋節目。呀，多謝主持人，多謝全國嘅觀眾朋友，多謝人哋。啱用方法，係啦，下禮拜再見面。可是跟我做出來時，有一頓上一頓痛。藝術最神奇嘅，就係唔管伊睇人生嘅那一段，中間停了一久，心底背一塊藝術嘅靈魂就唔會跌。就算係做25年嘅書記官，你睇過，還是可以重新分享細世界嘅興趣。把書邊飲落嘅皮書物，我都買到嘅皮物，一看一看都是藝術品。佢當時你睇過，佢親像幾多嘅一些事情。